你係呢個專責小組嘅主席。咁之前你哋特首辦都講過，你話每個禮拜都會開一啲跨部門會議，咁又處理緊20-30個土地發展項目。其實係咪每一個嘅跨部門會議你都係主席呢？而係咪因為一啲涉及咗一啲好多棕地同埋地區人士嘅利益，所以你先至會係介入今次呢個小組做主席呢？第二條問題係想問一問張局長嘅，就係想問翻呢，上個禮拜四你見兩位候任議員嘅時候就話唔肯定係咪真係有一啲會議記錄。咁其實到今日你即係行政長官啊，或者你都講咗好多關於嗰啲會議嘅一啲詳情。其實當日係咪有一個誤導嘅成分？又係咪講大話呢？另外想問埋阿曾司長嘅，咁就係想問翻，即係禮拜一嘅時候，行政長官就話，即係具體嘅就係由你個督導委員會負責。你會唔會覺得佢係想卸責俾你？唔該晒。簡單答你嘅問題就係唔係啊？請張炳良局長。好機會會咧，其實而家我哋知道咧，就係冇收到一個資訊咧，就係即係第2、3期係會發展嘅。即係我哋從譬如梁志祥議員嗰度聽到咧，就係佢哋唔知道。咁即係政府係冇同佢哋講有第2、第3期嘅。其實係咪即係呃住先，等佢哋即係同意咗第1期啦，咁就上咗馬先。第2、3期你哋唔打算同我哋講，就之後就即係唔知點樣再做啦咁樣。第3樣就想問翻特首咧，其實你即係因為我哋根據資料都知道咧，即係新世界其實嗰笪地咧，即係準備申請城區好轉用途嗰笪地，就係90年代已經買落㗎啦。其實就最近先申請呢個轉用途咧，就即係唔知同呢個橫洲事件有冇關。其實你自己知唔知道，即係新世界其實有嗰一笪地喺即係揸住，同埋即係你知唔知道呢件事？同埋呢個同你即係 chair 嗰個督導委員嗰個 task force 有冇關係？應該簡單答你最後問題，唔知道。請答埋最後一個問題啦。我去機場。橫洲件事呢，當然橫洲同埋皇后山，今日冇人講皇后山啊。皇后山都好多困難嘅。橫洲件事呢，或者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嚇，向社會展示一下我哋做嘢決心，同埋我哋碰到啲困難。呢個亦都係點解我過去好多時有機會見到傳媒朋友嘅時候，喺其他場合講起我哋最新嘅土地供應嘅樓房供應，我哋話我哋而家嗰個在建嘅私人樓，亦都係未來3至4年咧可以落成嘅私人樓嘅數目又創新高嚟嘅93,000個單位。我接住嗰句係乜嘢咧？我話好感謝各個有關部門嘅同事，包括你公務同事嘅辛勞。大家通過橫洲件事咧，大家可以睇到我哋有各個方面嘅考慮啊，有阻力啊，有困難啊。咁我過去都好多時候公開呼籲，希望社會各界地區人士能夠乃念我哋嗰個房問題嚴重性，尤其對基層市民嘅影響。好多人而家仲住緊劏房等等，希望咧大家支持配合政府嘅工作。我真係要感謝政府嘅同事，無論公營房屋、私營房屋，我哋做出嚟嘅成績，粒粒皆實苦。